高雄在地台湾剧团今年底要演出台湾民间故事《好片师》，这是剧团头一摆用全台语演囡仔戏。什么款物件或者好片师呢？咱做伙来看卖。你吼就带我去把你的好镜片出来。好，带我行。用片仔会使片出宝剑，台湾民间流传的好片师故事，即马改编演出，这是高雄台湾剧团今年的新戏，因头一摆全部用台语。播歌戏还是播啥？妈妈他们在说什么？就完全听不懂。我想说，哇，好可惜哦。这位演员其实是客人，伊唔拿客话讲甲写叫，台语嘛会通。其实剧团大部分的时间是华语表演囡仔戏，之前嘛捌用台语播戏，毋过发现足侪囡仔听无。我去广州的时阵，我惊一条，因为大人拢讲粤语哦，大人讲粤语就无打紧，囡仔嘛讲粤语，然后讲甲写叫，转来台湾了后，感觉咱的囡仔咧台语愈来愈袂练。团长嘛发现家己的后生伫幼稚园学台语学了真好，理解环境对囡仔学母语真重要。决心即摆要用台语改编好片师搬戏，互囡仔看。为着发音标准，演员拢真认真学。古早时阵的戏，所以有当时有一寡事嘛，是爱去找迄教育部的词典去查，譬如讲高利贷，去查个放荡来。所以较会啉滚水、北地米地啊，你是会大。剧团今年初嘛拍足侪好片师教台语的影片，因为迄当阵防疫期间完全无观众，这出戏不断促销延后。用这个俚语讲一个短短的故事、趣味的故事，观众囡仔看了就知影原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一个前导活动。团长讲，拍影片一方面是宣传新戏，嘛是互演员练功。经了半冬，好佳在即马会当顺利伫咱台湾巡回演出，搬戏互台湾囡仔看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